小尊戏偶做工精巧，这些全部都是用纸做出来的。刘星星传承3代传统功夫，是台湾仅存的扎纸师傅。一般人做金山，只有用金纸再捏一捏，就是一个金山嘛。对。可是外观不好看，我们就增加一些戏曲，弄一些戏曲起来就比较热闹。金山银山上，白蛇传八仙过海的戏偶，让庙会祭祀用品更加生动。而刘家父子的压箱宝还不止如此。都已经压箱了，没有去整理，然后把它找出来。祖先留下的武功秘籍，平常都锁在保险箱里。画册细腻描摹出人物、花鸟的动态，比例、图样再考究，展现出的手艺与敬业精神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我们中国4大名著里面，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呢《红楼梦》，还有《西游记》。如果我们找不到资料，就要找。传家宝典犹如100年老插画，泛黄的纸页散发古老气息。祖先留下秀丽苍劲的笔迹，是纸扎世家代代香火传承的印记。你写的字真漂亮，客家话怎么说？你下是董强，你下个是董强，你下个是董强，你下个是董强。